其實我哋出世之前，所有嘅業力已經注定咗，我哋要遇見邊一個情人。當一對情侶嘅業力清理咗嘅時候，先可以真真正正去談一場甜蜜嘅戀愛。我諮詢過過千個個案入邊，佢哋都話感情真係令人好攰、好沮喪。我真係好希望讓大家知道咧，談戀愛其實唔係一個痛苦嘅過程。真正好嘅感情，你做緊自己嘅同時，亦都享受緊2倍嘅喜悅。我係親密關係療癒師、靈性導師子瑜，我已經成功協助唔同感情狀況嘅個案喺關係裏邊重建喜悅。我推出咗嘅關係修煉課程，正正協助大家創造一段幸福甜蜜嘅關係。咁呢個課程入邊包含咗啲乜嘢呢？第一個係覺察重複嘅模式，我想讓你去睇清楚呢啲模式點樣喺關係裏邊創造緊負性循環。第二個係去覺察原生家庭模式點樣造就咗你嘅性格同埋信念。我哋會去療癒，會去和解，釋放嗰啲你睇唔到，但係每日都一直蠶食緊你嘅有害信念。第三就係讓你更深層次咁去清理你哋之間嘅業力。第四，下載能量，開啟身體7個脈輪嘅能量，然後我哋會去做顯化、量子跳躍，以至我哋喺往後嘅生活入邊點樣一步步通過行動將幸福顯化出嚟。親愛嘅大家，人生苦短，唔好再喺一段感情入邊不斷咁重複內耗，期待你獲得內心嘅自由。你可以通過線下嘅課程喺短時間內進行一個蛻變。祝福大家。